客家人可能理念有处事决策上有好保守，冇人做过的东西，自家总是又想来做，总是会摸着石头去过河，自家危害于试水温，觉得没问题了，才开始走对台湾千里迢迢来到两回，大家手牵着手，背对着背，它的力量是无穷的大。现在全部就是买原材料回来就直接。这个当年的武术，人哋冒险的脚步，伫陈尊、重庆、苏州成功创立天子科技的王国。佢和多個演員兼定做教育、房地產、農村營業，無希上會賺幾多錢，搶上會回饋嘅佢，喺當中喺六號客家村設立國際語言學校。和本窮苦的學生哋做得讀書唔使錢，秉持客家人團結付出的精神，佢付出都會勇往直前，冇想按到的。我佢未當清楚，做得有按你嘅想法，就會因為也愛從事對佢教育嘅養成。新竹新豐鄉就同新竹縣嘅最北片，頭擺運到鳳毛鄉。相傳因為日本荷蘭人佔領港口，落去喊做鳳毛港，真有按呢嘅講法。新豐鄉人口55000人，長浦海、嘉東海飛入新豐海嘅海口，豐富嘅水源灌溉太平嘅農地平洋。也就是這個時節，是雲溪走來走去，自由生長嘅鄉野。成因啊，從細下來，因為屋下有5屆兄弟姊妹，可能也係透過也係電腦到你參與嘅生活各方面一般嘅種下嘅客家嘅種下成因一般嘅生活都。一半都該都差不多了，早早的起，可能很多的家事做完才到學校，學校回來以後肯定也是跟着也是，比方說割牛草啦這一些也是一樣，這些的還是一樣有很多的家事要去做的。韓式時節養成好嘅生活習慣，他也運用到工作中就當關呢。為到上時間，慈雲溪從頭天黑忙工就工作空起來，將為到副體表比樣機，上下動到色差耽誤到嘅時間。佢從頭講，烘到比幾夜行卡做，水到比幾位行卡呀，食到比咩位行卡少，就會形容客家人嘅武術。啲老平人傾正嘅環境地位，我用行卡到嘅耐力到決心，長出的長度也是肢體。早上我們4點鐘起床，4點半就開始出發往機場出發。一般來講呢，在國內坐早班機呢，唯一的一個好處就是說它不延誤，然後它可以，如果說早的話想休息的話，可以在飛機上小睡一下，或者說做一個休息，然後到達第2個目的地的話，可以繼續的去工作，不會去把時間直接去浪費在等待跟誤機的這一方面的。有的時候從 A 點到 B 點的話，可能飛最多的可能就是深圳，然後往上海，然後再飛到揭陽，到陸河的外國語學校，然後再飛到重慶，就是這個幾個圈在飛咯。還有一個在飛到台灣，就是回台灣去。台灣有一些事情要辦，或者說回到家裡去，陪小孩子。差唔多2-3日就會做一擺比樣機，慈雲溪總係用相同嘅模式，喺各大城市之間來來去去。佢講我用有限嘅時間做無限嘅事情。
今晡日佢要比盡到尋準，亦嘅佢哋睇到鐵嘅建工廠嘅地方。即嘛，这拢该用拍。你要对了，所看到的位置，哦，你系20年后改现在的模样。当初到这里以后，从这边前面这里是没有马路的，以前像这一些的树啊什么的，都是像筷子一样这么大来种的。那现在我看都比3层楼到4层楼都还这么高了。那以前呢，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很落后，交通也极不便。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想说，在客户方面呢，也想说这个地方它是最中心的一个点，所以说我们毅然而然决定从这里买地开始新建厂房。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94年的时候，93、94的时候，我们开始买地，开始建设，然后直到今天的1期的厂房到2期的厂房，这整个的一个经过，其实在整个集团的这个里面，这是属于我们真正的一个到大陆来的真正的一个发源地。中國大陸廣東省深圳市係中國最早嘅經濟體系。不過喺20年前，慈雲區來到一片建設工廠，全部就係從無到有，一磚一瓦可以創出當年20億人民幣嘅生產額。不過事業做到按好嘅佢，人生上唔係按順利。頭擺因為同唔起私立大學，就停定說把過到台北學精密加工。我佢還係唔想放棄學業，實望為自家創造特殊嘅機會。那在上去台北以後，發覺說，人一旦沒有讀書，什麼東西可能會一生會有很多的遺憾。所以說第2年我們也直接去讀夜補校。那這3年其中呢，5點半下班，搭車40分鐘，洗澡頂多5分鐘，然後搭到台北車站，用半跑半走的方式到了學校，剛好趕到6點半的一個上課。身為一個客家子弟，在某一方面環境不許可的時候，那總是會朝着用萬英語突破這個環境，在現有的條件又不允許去轉變的時候，只好回來把自己的時間給壓縮。慈雲區非常一段求學嘅過程，自家咪懂佩服當年嘅毅力，學得因為安樣，做得比同年齡嘅細佬爺學到很多嘅事情。因為無停嘅要求自家，鼓勵自家，爭有進步嘅成就。咪因為佢老安尼嘅理念，觀察到自家做事情嘅態度好，還灌輸到企業體內當中，爭做得用20年嘅時間，帶領同事共下做出非凡嘅成績。這個產品測得有問題嗎？現在還沒測到什麼問題，就是說它這裡的所有的尺寸都要檢測。是，我來這裡有21個年頭，大概當時93年過來的時候啊，就是由小到大，他帶領着我們的話以客戶為中心，客戶的需求就是我們要全力以赴的。他做事的話比較有原則，雷厲風行。到一下企業做得有安尼一好名聲，就會因為當作環節都要求當然，一時咧都做唔得有誤差。真正上講，精密加工做得有好嘅品質，對原料到1期、2期，含卡有嘅加工都會控管得當。係講有誤差，就算係一時時天天都係嚴重嘅誤失。故所對品管嘅把關，絕對係最嚴謹嘅。安尼將做得建立客戶對公司的信任。我來大陸已經差不多20年了，跟董事長。董事長目前的話，他對我們這些員工的話，都當成是自己的成員，在這樣經營，在照顧。所以在工作上，
他也是很要求我们说，第一个做事情一定要有信誉，所以说不管在供应商啊，在付货款各方面啊，这些厂商对我们巨福都是非常的信任，所以才一直支持到我们现在。那家庭上，他对我们这些员工也是非常的照顾，所以我们会跟他跟了这么久，也是有他的原因。对于创业初期，启运开出了品质、诚信、服务、容易，天为做企业嘅核心理念。佢讲品质係一個企業嘅生命，故所要幫佢第一位。人不信則不立，企業咪強用。除非我有誠信，企業咪我有責任感。另外，喺對待員工方面，我老員工當作自家人強用，我期待佢哋嘅立場實上，唔係堅持要求，安尼怎做得就會係人才。变得讲，欧美冬天应该今年已经提前到了，还没有热，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开始浪了。哦，拢去清单吼，去完全变真土。哦，你普文你打种业啦吼，因为在天气变换加吼，按极端吼，所以你要做吼，像比较少吼，明年因做本地供应量做到几多数量几多8万台。董事长吼，或者吼，面热心善的人呐，哦，韩国机会对这个要求当严格，对因家吼共创度的管部的要求哦，也系当严谨。哦，佢吼係只當搶信用嘅人，叫因做了出來，因對按辛苦的台灣國態度來說吼，面向全世界說嘅時候，信用嘅企業，信用做唔到，你乜嘅唔是講，哦，還有一點，佢對品質嘅要求吼，像我啱講，品質係共創嘅生命，但是你要做乜嚟相處，你要超過客戶嘅要求。客户上多的商業去上來到上很啊好，很啊先進，很有點，會讓客户哦上嘅新本，會讓佢上下來，繼續讓人長久，所以嘅信用哦嚴謹哦，還有取得品質的超前，還有一個服務哦，服務它是非常的積極。有限卡多嘅人才，就有限卡多嘅發展。慈雲溪老事業版圖抗戰到數足，佢嘅人工係山水數足，人文誤中嘅地方。中國政府和老也批准咗升級經濟開發區。慈雲溪出題一片，設置係佔地80畝嘅大型廠房，所有嘅產銷含佔全球市場嘅49%。喺慈雲溪企業發展當中相當重要嘅議題。對佢嚟講，做得有安尼嘅成績，就係因為有一道工作強盤，冇一道就無法度做出安好嘅成績。很多的同仁啊，很多的哦，也是從橋頭以前從東莞開始跟着過來了。跟着過來，可是他們當年來的時候是小伙子，今年年初的時候，我們開工的時候，我們在看的時候，有一些都當了爺爺了。那當然，這也是我一生之中，我很多的團隊，也是我最珍貴的一個部分，也是最有成就的一個部分。喺多方經營嘅情況下，做得到各方面都有好成績。一老慈雲溪要求嚴謹，實忙打拼，用人為才，有動態嘅關係。慈雲溪因為一個世界上最珍貴嘅唔係金錢，係老同事之間嘅情感、老信任。長期到那邊打拼，當事業故鄉嘅慈雲溪，第6號簽到為佢最熟悉嘅家鄉美食。今日講嗰個係你買嘅東西啦？有嗎？哦，嘅有嘛，我講用萬堆啦。你補茶。哦，按照從嚟按食到嘅就要健康咯。要香哦。
河宴是中國廣東省三明市地部嘅一個宴，就喺廣東東部沿海到新梅山區之間。全宴總人口35萬人人，大部分人都講客家話，係有名嘅口鄉。離客家本人越來越近，慈雲溪當唱秋越來越感性。回想到這些時節，仲係名定石頭過河。經過種種人生磨練過後，佢竟然做得勇敢跨出每一步。原聽嘅仍然夢定家鄉基礎山頭，佢決心愛為客家人有所回饋，來落實解愛、留關心，來聽書喊客多年。你跟你講講咗對啊？你買個東西啦？有嗎？哦，個有嘛，我講用萬堆啦。有嗎？哎。慈雲溪帶定對擂茶嘅記憶，第6號非常佢當熟悉嘅擂茶製作過程。嗰啲食得冇啦？好香啊！擂茶係綠梅茶。按照綠梅茶啊？哦，按照從嚟按食到嗰度要健康咯。要香哦！人哋都有，一罐水沖下來，嗰度食得。就食得。等下，好慢啲啊！好，按碌。原來擂茶又喊做三聲湯，也係鹹茶，係客家族群招待貴賓嘅時節會拿出來嘅點心。因為客家移民長傳到台灣嘅客家地區，亦係台灣嘅客家人最懷念嘅家鄉美食。特別來到6號。慈雲溪最歡喜嘅，就係做得啲一個客家莊，老當地人共下互通，感受共用係客家人一家親嘅情懷。親切的阿婆每天偏向慈雲溪，小結當地老擂茶製作當上場嘅客家傳統茶點，油茶嘅製作食材。呢種係乜㗎？呢係乜㗎？呢差唔多兩葉菜啊嘛，哦兩葉。呢係腐葉的。呢度按照客家按照腐葉的，係呢啦，你食睇啊？呢係幾打嘅，呢係幾啲係假。呢啊？呢呢就係啲客家就咪鉗頭。鉗頭係冇啦。哦，呢度是講破殼。呢呢就破殼。哦，按照94號。哦，你按照台灣按照9層塔吧？你啦，你風菜。你呢就含到風燭草。哦，風燭草係啊。按仲係老講係叫做按照客家油茶。你含到客家油茶最好。大家坐啲人座巷，飲定客家擂茶，飲下濃濃嘅客家家鄉味。一慢慢嘅使用之前，第6號本慈雲溪精神鄉未有嘅寄託。對也當然當種下嘅細陣，佢做出有所付出，佢係對創辦學家開始做。為什麼我第一所提起建學校會拍到6號？因為底下係一隻電台動員的因素，因為佢客家莊嘅標準係一隻客家莊，對你講下嘅無論嘅語言方面啊，各方面啊，跟到我哋講嚟係一模一樣。所以佢解會很有當到嘅對呢個新竹嚇、新豐、虎口，就當呢度當到做下係對6號，而且日係200-300年之前係移民過去。對台灣呢度嘅地方，所以講海岸到位啊，感覺到呢隻地方特別的親切，而且對學校來講，它特別的一個需要，所以說我毅然而然是決定呢個如何外國語學校，我第一所我應該放在這個地方，本身 NGC 嘅客家子弟。NGC 也曾經遭受到這整個過程中的求學的一個不是很順利，這整個的一個完整。那當然你有希望講你的新興學子對了6號你只散去一隻地方，你創造一個更加好嘅一隻環境，更加好嘅一隻學習嘅地方。
我哋6號外國語學校，當時呢，我哋睇過其中從2003年認識到邊，當時一次偶然嘅機會，我睇過上海6號，就看到我哋這個客家人，看到我哋6號客家呢啲民風呢，這個比較好，看到呢啲學生比較淳樸。就講窮苦嘅人比較多，當時咧我睇過呢，就想做呢6個客家地方呢，辦啲做等於啲希望學校嘅成績，就唔係講以讓利做生利呢種成績嚟去辦呢所學校嘅。當時有人是上來6號之後呢，就講對你教育呢條線，就將呢啲6號財經嘅珠江三角洲。已經辦了有300多所嘅呢，等於民間企業呢種私立學校。對於學校嘅發展，還係堅持教育中心理念，唔重視賺幾多錢，強重視品質教育。多方面本學生嘅有專職技術，還有大量嘅國內外文物，本學生嘅去看去參考。另外，學校看到韓客人、韓客有錢賺先。故所第6號首創專業嘅外國語學校，本學生嘅對亞洲鄉鎮向國際接軌。有非呢塊呢，以前嘅呢個高中、初中啊，基本上係初中、初一、初二、初三，總體來講啊，包括我呢個教職工呢個是用學費1000年呢一塊。所以講呢塊呢啲東西很美。你按照呢要發佈到本人陸外，體點做啲達到教育嘅目的，然後優質嘅教育為建立起來，我相信發呢條東西、發呢條新聞、呢條東西，係完全就做得到。問題是講呢條東西會花在刀口上，讓萬一改抄呢條東西，改就係正規，但優惠幾多，也呢度唔係完全係解問題咯。所以講咧，優質我點強調咧優質。這個陸河外國語校就是由小學、初中、高中和國際預科班非一體的一所學校。那麼學校辦起來第1年才290個學生，到了第4年是2000個學生。那麼這個辦學它也不是為了賺錢，它第一個每年它拿出60個人貧困的、比較貧困的學生，它進行照顧，免費讓他學習。免費讓他上學，這是一個很好就受到了我們整個縣的人民的讚譽。就是學校，然後他簽約嘛，有簽約，然後有一些條件，然後就有一些補助啊，然後就來了。這邊的老師呢，就是比較盡職吧，說實話，真的是這樣的。然後他們晚上呢，因為其他學校的話，晚上是不上課的，就自己學習。然後這裡呢，有很多老師就要抽出很多時間來給我們補習。6號學校2005年成立，佔地250畝，全校嘅師生大約3630人。學校嘅開發本6號嘅窮困學生嘅做得有限較優良嘅學習環境。部分學生嘅還做得到免費嘅補助，另外對硬體設施未係高規格嘅要求。慈雲溪皮等學校對無都有，對大基礎開始，大鋪都經常等安用嘅本學生嘅最好嘅。辛苦耕耘總算有成果嘅，學生嘅咪當實忙，喺考試當中得到相當好嘅成績。愛家庭比較困難，小孩勤奮好學，啟動得啲了小孩嘅佢愛家庭情況係，在學校中免費給供愛小孩3年讀高中，我高中一背負重，我小孩背負重望，通過自己努力也取得了前6科人理科狀元提名，譬如華南理工管理學院錄取。在學校裏，他選為了華南理工嘅台幹部，也參加了學人舉辦嘅文藝演出，獲得了1等獎。他的兄長離不開
启动以及老师们来进行培养。这个董事会徐董呢，这个发了这个接近1.2个亿，在泸河这个地方的这个投资啊、办学啊，这个各种硬件建设硬件设施啊，这个在粤东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流的。但是他定的这个办学理念的时候，特别这个超前，也特别新颖啊，从这几个方面来据理实施啊。这个比如说我们啊，这个14届188人参考，这个中本呢就有28人，本科的是81人，在上尾市的排在第2，泸河县第1。东莞琼山湖有8平方公里的淡水湖，和14平方公里的生态绿地，保持东湾镇内充满两南气息的原生态绿地，绿化覆盖率超过60%。因为绿河攀河角成绩非常好，2009年慈云溪就用安尼成功的模式，用共用的攀河角的理念来管理。伫东莞琼山湖创办第1间外国语国际河角。河角高起环境优雅，风景当江。河角占地面积有为120亩，建筑面积为8万平方公尺，总投资2.2亿元。因为开发地是山架地形，登高望远就得看到桂草山呐，头前还有琼山湖。行落去就像行到山峰的仙境暗有味。不过在开发过程当中，曾有一条百年的老树诶，慈云溪坚持要留下来。你种梨子树哈，因为透过了种下去，你错会散，哦，因为花营养的时间。那你山种下杜天，但是你从梨子树有几个历史的意义，因为透过了是了村的是一张民宅，民宅据透过民宅的屋主，你从梨子树超过100年，是加工的时间，算加工台的时间种下来，所以讲你规拢只学校的建设的时间，还是刻意你从梨子树。个回应的很刻意看你啊，带下俩还有别起码我就做一只专户到你从来梨子树，刻意的一个保存下来。你啊，你对学生对他敬告，主要对你从梨子树该怀念，因为它是一个生命，它整天24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陪着。我所有的师生，所有的同仁一起去成长。可能安排结架嘅亮头人，总统嘅咪摩天对官秘出现，适度离冲，对离冲离子下对他错人对他读书，所以讲呢个东西佢也代表了一种嘅历史。那以官秘嘅立场，一天何来到佢强下嘅宣长。在多国经营之下，慈云溪唔但唱重攀河角，佢还投资房地产，天数改善绿河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促进地方繁荣。当初对了开始设计，开始到新的，完全的合乎到新加坡对台湾的水准，专门以安样的那空间。留本了的综合来出付所以讲佢理下按来讲，你好不容易创造咗当多嘅佢嘅建筑嘅革命性嘅东西。秉持对教育嘅热忱。真心希望学生们每做得像太数的强用，开发大志，创造更加好的成就。慈云溪的回馈唔但强调学生的成功，加多国经营，还做到对地方房地产的开发，为绿河地区的建设投入重大的付出。这两种经营，咪系佢对一个客家乡镇的一种细细的心意。我认识那个齐永杰先生呢是2006年。
2006年呢，就是由我们大陆的一个李恩茂、李恩和两兄弟，就带那个齐永杰先生到了我们陆河。由于我们陆河都是客家人，他又带着我们陆河客家人这种感情，他首先就来到我们陆河呢进行考察。考察以后就发现了我们陆河居住条件比较差，就瞄准了房地产开发市场。那么这市场开发以后呢？这个市场呢，看到以后呢，就决定由县政府他们两方协商，准备在这里投资房地产这个事业。中国大陆廣東省三米市交通系統發達，客運往返香港長82公里，係香港和中國經濟聯絡嘅重要樞紐，有些香港之稱。地方建設未啲蓬勃發展嘅階段，一下看到嘅三米市容已經相當繁華。这个事业原来我们陆河本身呢是在88年才建立这个县，因为起步比较慢，要很希望有外地人来投资，来投资置业。所以齐永杰先生呢，就应该说那个时候在07年的时候就开始到这里搞一个继父院的房地产开发。这个房地产开发很成功，这里成功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就解决了200多户的人的居住条件，也提升了我们小县城的品味。复式結構就係兩個單元被複式結構上邊係差不多。除了呢台門之外，周邊一片就會全部會圍上。所以講呢啲東西，實在和你政府呢度嘅規劃，然後政府會接受呢度所有嘅手續，為實質對關心嚇嘅貢獻嘅投入。出來嘅機器而家標準係要好計，客家人你本身係做建築嘅，但是佢建築佢唔係做房地產，是專門留人建廠房呢度，建築呢度係共青推嘅共挑嘅類似啲台灣嚟營造廠，但是佢唔係開發商。因為你接觸到啲房地產，接觸到呢度東西，你有可能多一些，外加是本地就只建議。係咪你要按好嘅團隊者做得建按好嘅屋，始終也80年代總是為人家去做嫁衣外加兄弟愛拍檔，佢建屋佢呢個貢獻，佢係非常嘅專業，非常嘅經驗嘅一個營造公司嘅老闆。因為你係因緣際會，還是提供佢開始簽提，開始對開發啲房地產咧，可能所有嘅利潤，所有嘅東西本上面遺產咧，可能可以得到我們有更好的一個投資的一個報酬率所以講毅然而然提一批是建到，你差唔多就15坪，接近有6甲嘅建築嘅面積喺當到建商大規模開發房地產嘅同時，齊永傑才開出一坪10萬元嘅家私，本當人促養一下。安尼家私本大部分係唔係大陸嘅些市民做得有一件設計喎，佢太愛每本市民發自內心嘅尊敬和感恩。那這樣他們開發之後影響很大了，影響很大呢，就是我們的整個地皮的經濟各方面都上升了。這是我們陸河人，所以在我們縣城裏頭一共多少人呢？大概有10萬人口。那麼10萬有80%人都認識齊永傑先生。當初對你開始設計，開始到現在，完全係合乎到新加坡對台灣嘅水準專門以按樣嘅，然後空間留本你嘅綜合嚟出庫，所以講長輩講，你3樓、當1樓、2樓，變到講係百貨公司係上倉，你總面積就8000平方米，等於你台灣差唔多2700平左右嘅空間是留本你都出庫，像你下來對你都圓筒啦，對你都大法子啦，呢啲東西所以講你係目前來講對山尾，一頂頭講建好些，可以講係山尾一頂好一隻地級市，一頂好一棟嘅房地產嘅模式對你
形成，咱下袂又当到伫遐三尾市，因为伫遐三尾市本身人口差不多有750万左右的人口，所以讲伫里下按来讲，安尼好不容易创造咗当到个迄个建筑个革命性的东西。安阳的本居民有舒适嘅居家环境，对食衣住行都会考虑到地位。慈云溪上嘅总系比平人行较多、行较详细，诚信、品质、服务三个经营理念，无论喺啲天子科技嘅企业当中，还係攀學校、房地產，佢都觀察安尼嘅宗旨，還有對傳統嘅經營，佢咪有強樣嘅要求。佢有限來到傳統嘅時節，乜嘅事情都自家親身來做。最重要出彩嘅做下，佢咪會親身去巡視。它里面塞的就鸡肉、红萝卜，然后再加其实有没有可以加一些那个草莓酱下去，它的味道它没有这么酸。一下到今日到人时间到你啊来讲一转眼也经过也有10年了，经过你系团出一个努力你跟传烫你10年内10年如一日，它的味道只有日比日来好，佢嘅菜式，佢嘅服務日比日來好起點因為本身喺地理方面嘅人際關係係研究無論係客戶係當地啲朋友提倡嘅社團嘅反響也非常嘅多，起點方便設計也係一定係主要嘅目標。起點，然後日本嘅團隊日本嘅向你之外，對一個打工者變成一個投資者，一個經營者，做啲改善到地方當到嘅環境嘅轉變，當到家庭你嘅經濟嘅轉變所以說對你就自然而然的去實現一件傳統。開傳統係為到奉騙做太朋友。做人動台風嘅慈雲溪，心肝都想嘅就係對台灣來嘅台商。故所佢喺2008年做蘇州市吳中區台胞投資企業聯誼會會長，任期2年期間，人緣當好嘅佢，出頭聯絡政府服務台商，交流聯誼，發展經濟之間來來去去，做到千無限。不過對佢來講，探望關懷台商朋友，就會達到佢擔任會長最大嘅信念。熱心嘅慈雲溪對台商嘅任何問題，佢總係盡心盡力去聽訴。通知所有的記錄都已經都通知大家，必須要馬上把這個警鐘馬上敲起來，馬上要整改，馬上這一些，所以說也希望說主任有沒有就對台商這個投資環境不會變的，這個信心還是在，環境也不會變的，所以你放心好了。因為在大陸這一塊需要有一個這麼熱心的人，而且好像他是我們的會長嘛，只有透過台商協會才能幫忙，不然在台灣在大陸這一塊那麼大的地方你沒有團結沒有辦法。慈雲溪做會長期間，每個台商都對佢親婀娜，大家團結合作，建立同親密情感。喺有限嘅時節，佢咪會主動探望其他對台灣來嘅朋友。因為他非常熱心只有我們有事情，只有找他才會幫我們忙。因為在大陸這一塊需要有一個這麼熱心的人，而且好像他是我們的會長嘛，之前也會辦活動，我們都跟他一起。甚至捐獻做一寡的義工的代誌，一做就做。真的，所以他要退休要下來，我們也一直不捨。他8月份要退嘛，所以我們希望他能再就任。只有透過台商協會才能幫忙，不然在台灣在大陸這一塊那麼大的地方你沒有團結沒有辦法。
伫台上的心肝肚，热心服务嘅齐云杰，过去20年来，伫体育开创事业嘅过程当中，面临过众多困境，佢都想办法突破嘅。因为自家就是安尼行过来，佢总係會蠢出元素去探索嗰條有困難嘅台上行出困境。因為你來了20多年咧，你當年有嘛受到你哋現代應該幫助，係唔係講你職協會嘅成立以後，吼也做咧幫助到當到上嚟來嘅，吼也係已經來了10多年咧，因為競爭性嘅、行業性嘅不同，然後又都做到唔係當好，但是做唔好嚟講，佢對政府嘅交通嘅管道，管道又唔係當好，那在各方面的一個屋漏偏逢連夜雨嘅環境之中，一定需要嘅就係你自家，你都有台灣人嚟幫助，讓萬人幫佢。對呀，最低潮的時候走出來，但是對你來講，你這小小的動作，可能對佢聲音可能就動態轉變，你有嘛某一天，所有的通知，所有的記錄都已經都通知大家，必須要馬上把這個警鐘馬上敲起來，馬上要整改，馬上這一些，所以說也希望說主任有沒有哈？所以說對台商這個投資環境不會變的。這個信心還是在，環境也不會變的，所以你放心好了。畢竟是個別的，個別的，也非常謝謝啊。所以說這一方面有沒有在主任的強力的一個支持之下哈，讓我們這些能夠有沒有個文字材料完整？虽然我和徐會長接觸時間不長，但是從1年多時間來呢，我感覺徐會長這個人呢，他那個人的這個叫很有愛心。特別是因為徐會長是擔任我們吳中區的那個台商聯誼會的會長，他呢那個自己呢就以身組織呢，就是對我們在吳中區投資的台商呢都比較關心的。台商在生產生活當中有什麼問題，我們會長都熱心的找到我們台辦，我們台辦的再到這個相關政府部門去幫助溝通解決。那麼這樣呢，徐會長呢，他這個。在我們吳中區投資以後呢，也是很好的回饋社會，因為他帶我們吳中區這個社會福利院啊，都是每年都要去拜訪看望那個孤寡老人啊，這個失學兒童啊等等。這個會長這個人，在我吳中區這個口碑相當好的。本等團結付出的精神，是允許對需要天數的團體。無論捐贈物資，也係義工服務，佢就會親身面對面，伸出雙手去關心佢哋。看到辦公室地位，各界發出嘅滿滿嘅獎狀獎牌，佢自家咪說唔出為社會為公益付出幾多。安尼一記做人正直、嚴謹又熱心公益，咩係因為佢閒暇時節活卡做田社，佢係一個苦過來嘅人。故所他也有能力，真地愛付出，堅信自家必須愛回饋社會。一般嚟講，客家人對呢度嚟講，用咗會嘅教育當然透過，要嘛大家也愛到一樣包括愛咩一樣從細是講要愛讀書，愛好好做人做人愛老實，愛讓百姓係咪愛實忙，愛為省呢啲東西，我想呢度對啲對愛嚟講熱度嚟講狀態呢度對客家對武客嚟講一直在銘記在心。所以講對客家講阿爸阿媽從細呢度就當天做都係透過講武客嚟講，有一件好嘅東西就會拿去賣咯，即係賣出嘅賣唔出去嘅可能為自家為留戀對話兩種兩本自家事啦，自家對兩個身發出來。從年啲老輩嘅齊雲杰係到公司嘅熟沙。有閒嘅時節，佢最大嘅樂趣就係做啲自家種地嘅水果，隨時就做啲自家去摘、自家親手種出來嘅果子，做得看定一條樹位嘅成長，
回想起当初喺吉山网生出新芽，批定其一日一日成长状态，生出一粒一粒甜蜜嘅果子，心肝度就做得到慢慢嘅安慰，老成就感。桃子是生长期越长的桃子就越好吃，这个他们在当地叫做黄桃，你在别的地方买不到。哦，这个你可以等一下采几个下来，你可以吃吃看。拿着哈，等一下我洗几个哈，让你们去尝尝看哦，这个黄桃的这种味道。前人种树啊，后人乘凉啊。你对了这个树木，你就发愁来讲，因为这个对安尼应对啊，唯一唔会发脾气嘅。唯一也不会让你抗议，也不会让你偷东西的东西，然后它又可以体现其的坚韧，你客家人的坚韧啊，对任何哪怕是更恶劣的一个环境，他都想办法去冒出头，不能你觉得说心理上看着老人的阴盛及盛阴，其实你要回顾起来，它是一样的，他要怎么样去付出。杨半英付出，咱们杨半英家己受苦。10年植树，百年树人哈，我嘅愿望是讲，希望去汉落多嘅学校提供更优质嘅学校本日到你到学知识学习。从太树嘅穷用嘅技，地木穷用嘅产业两域，散忙耕耘，技术户每一粒人发芽成长。用也爱心灌溉每一块土地，假以成人无乜嘅要求，將希望做對為學生嘅創造出更加多、更加好嘅學習環境，期待未來佢哋做得科技產業，本客家人嘅精神樂愛遍佈世界各地。